台南仁德成公里的里长饲饲者为这屠宰场业者手中救回来牛，有真侪游客专工去参观，创造这个难得的生命教育。即马更加伫里来公园，替准备舒适的生活环境。唔那里长尔，也有真侪在地人甲善心人士主动去斗饲甲整理，互这只牛会使伫遮安心啊生活。前一阵仔，伫咧台南仁德成公里，有一只牛伫咧里长和在地企业的合作，为台牛场解救出来。里长伫咧公园替这只牛整理一个真舒适的所在，可以安心伫咧遮生活。已经有很多家长带着小朋友陆陆续续知道之后，都会来这边和牛有一个互动啊。里长除了逐工会甲伊照顾，附近民众和好心胸的人，拢会主动来甲伊斗相共，亲像甲伊饲食，或者是摒扫遮的环境。这只牛真乖哦，袂甲人歹。当然，这只牛伫遮。我也看伊足乖，阮嘛用监视器随时咧监控，伊嘛袂黑白叫，伊敢当着熟悉的人伊会甲拍招呼，会叫一声尔啦。里长到拜六礼拜，得甲这只牛牵去车头公园，互民众来遮个欣赏牛古做模样，互大家做伙来感受一场珍贵的生命教育课程。生生不息，宏观视野，我是申宏。想要看体育新闻，就要赶快看华视新闻，赶快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哦。